第一章，窮到夜宿街頭，飲水全靠街喉。喺40、50年代，因為內地生活艱難，有唔少內地人寧可翻山涉水咁嚟到香港。當年香港仲未有乜嘢措施去堵截非法入境者，因此能夠成功嚟到香港就可以成為香港居民。呢一代內地嘅新移民有帶嚟資金嘅商人，亦都有赤手空拳嘅勞動階層。大埔振興育苑創辦人陳南灰先生亦都係喺嗰個年代從潮州到香港。大仔陳岳明哥話：嗰陣時唔少潮州人到香港之後都聚居喺元朗一帶，因為無論從陸路或者水路嚟，新界西即係屯門、元朗係最近邊嘅落腳點。但係陳老先生當年就冇去到元朗去埋堆揾架幾冷，而係去咗九龍城謀出路。當時嘅香港亦都係從2次大戰中剛剛喘定氣，百廢待興，因此陳老先生到香港之後嘅生活非常拮據，連棲身嘅地方都冇，晚上只能夠瞓喺路邊，口渴咗就飲街喉嘅自來水。明哥話：潮州人係一個慣於遷徙嘅族群，去到新地方之後，族群因為係外來者，就會變成咗少數。為咗互相照應，一般都會聚居喺附近。當時有鄉里見到我老爸狀況，就發揮守望相助精神。鄉里每日都喺天台自製涼粉，然後拎去街賣。除咗招呼咗我老爸喺天台瞓，仲每日分一桶涼粉俾我老爸去賣，等佢可以自食其力。就係咁樣，陳老先生解決咗基本生活所需。陳老先生孑然一身，但係心無旁騖，為住生存而全力以赴，充分流露一份奮鬥嘅心。佢喺身無長物嘅情況之下，不斷尋找工作機會。一個外來年青人嘅出人頭地故事，即將為我哋展開。企理小總結：創辦人出身卑微，極潦倒不足為奇，捱得過困難時期，保得住奮鬥心理。機會日後走埋嚟，窮困時無需自卑，旁人小趣不必理，人貴自強靠自己。